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苏力基风台已经减弱为中度风台。明仔载是离台湾上近的时阵，大约是500公里。东半部爱风大雨，若中南部只有局部短暂雨，对解这个大旱也是无啥帮助。另外，受到风台前沉降作用的影响，今仔日西半部的空气也是真歹。 全台各地拢出日头，北部透早阁有淡薄凉凉。不过24开始气温就一直增加，莫互日头骗去，因为西半部的空气品质也是真无好的红色警示，慢慢袂记哩风台长咧挖近。台风逐渐北上的时候，它同时也带来一些北边比较干的空气，或者是相对有一些沉降的作用，所以在西半部地区天气相对是比较稳定一点的。那高温可能都来到29甚至30度左右。 苏力基减弱做中度的风台了，拜四开始接近台湾，离大约500公里。拜四到拜六是上接近台湾的时阵，东部会开始落雨。目前各个路线拢认为苏力基会自拜四开始行向东北方上北。拜三伫北部、东北部有烂山啊雨，拜四了，规个东半部就会开始落雨。风台敢有法度替中南部解除苦旱，恐惊也是无上大的希望。 雨势相对来说，对于中南部来说可能是会下，但是倒不至于太大。那但是周日跟周一相对来说，现在是目前中南部下雨几率相对是比较高一点的时候。后一摆落雨会自25号礼拜开始，不过若是要互中南部解除苦旱，恐惊要是5万每户柜赶紧到。